呢個都係好好嘅問題咧，係因為你見到而家即係大家一呼百應，即係大家所有人都一齊即係聚集埋一齊去幫手啊，要提供支援啊咁。但係好坦白講，我諗喪親係一個好漫長嘅一個旅程。尤其是呢件事係一件咁危難嘅事咧，嗰個頭先我哋講嗰個生存模式嗰個時間可能更長，咁所以可能嗰個哀傷，所謂哀傷嘅過程，可能對於呢班家屬嚟講，可能比一般可能更需要更長嘅一個過渡。咁所以我都覺得啊，即係所有關注呢一班喪親者嘅一啲朋友，可能唔係真係唔係淨係專注於眼前呢一時三刻嗰個關顧，其實佢哋嗰個哀傷嘅支援更加需要更漫長，甚至乎可能當佢哋去翻佢哋已經有個居所去住啦，去翻佢哋所屬嘅社區慢慢生活啦，其實可能佢哋嗰啲嘅哀傷嘅支援先係嗰啲時間更加顯著出到嚟嚇，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可以諗下。真係唔係淨係而家呢段時間，大家一齊即係擁埋去關注佢哋，而係可能真係到好多個月之後啊，佢哋喺某一個地區即係真係開展新生活啦，啊啲小朋友翻學啦，翻工啦，啊咁其實佢哋嗰啲嘅哀傷，可能係嗰啲時間慢慢更加會一個即係開始繼續去即係見到佢哋嘅需要。咁如果我哋講一個比較後期後續嘅一個哀傷嘅支援，我諗有兩部分啦，因為你會見到咧，喪親家屬喺呢個過程入面，好多時候佢會好似一個鐘擺咁樣遊走一個兩邊嘅狀況嚇。一邊咧就係佢哋會經歷一個所謂哀傷主導，一個失落主導嘅一個反應。意思即係話咧，佢哋繼續會感受哀傷啦、難過啦，有時會瞓唔着覺啊，會諗起啊、專注唔到啊等等嚇。咁另外一邊廂咧就係一個叫做復原主導嘅一個狀況，意思即係話咧，好似頭先講啦，佢繼續都要翻工啦，佢要翻學啦，佢要照顧小朋友啦，照顧老人家啦，要做家務啦等等。咁喺成個哀傷嘅歷程咧，其實嗰啲家屬咧，佢哋會經驗一個好似兩邊遊走嘅狀態嘅，即係可能啊夜闌人靜嘅時候，可能佢哋會諗起，咁佢就會即係經歷哀傷嗰個部分啦，可能瞓唔着覺啊，係不停諗起啊咁。我跟住第二朝瞓醒，小朋友要翻學啦，咁就去翻一個好功能嘅狀態啊，要即刻起身捉個小朋友着校服啊，食早餐啊，捉佢翻學啊咁。可能小朋友翻咗學，佢翻屋企，佢自己有一個人經歷翻哀傷啊，跟住小朋友放學翻嚟啦咁。咁佢可能又要再去翻一個好功能性嘅狀況，跟住去到又做晒功課，溫好晒習，煮好晒飯，洗埋碗，氹埋個小朋友瞓覺，佢自己打翻落張床度，佢又會經歷哀傷。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喪親家屬好多時候就會一個好似咁樣兩邊遊走嘅狀況，係一個非常之正常同埋可以咁話一個健康嘅一個即係處理哀傷嘅過程。咁所以對於身邊人嚟講，我諗我哋可以做嘅嘢就係支援佢去有一個咁樣嘅遊走，即係譬如可能佢經歷哀傷嘅時候，咁可能我哋就真係可以坐低去聽佢講，可能佢想分享嘅感受啦，佢可能講返以往佢思念親人嘅一啲回憶啦，佢可能想分享佢嘅哀傷難過，咁你咪聽咯，去分享或者去肯定佢嗰份難過嚇。但係另外一邊廂，其實可能佢可能冇人幫佢手，要湊小朋友，佢仲要落街買餸啊！咁我哋可能真係做啲實務嘅支援啦。不如我湊開我小朋友，幫你湊埋你小朋友翻屋企啦，或者我買開餸，買多2斤菜攞俾你啦咁。或者星期日不如約埋一齊去行山啦咁，就係幫佢去翻一個回復生活狀態嘅一個部分。咁所以我覺得就你真係睇對方啦。你見到佢想傾哀傷喎，咁我哋咪去陪佢去即係分享嗰啲感受，聆聽嗰啲感受。原來佢生活上需要支援喎，咁我哋又可以提供一啲實務嘅支援嚇，即係可能佢哋日日遊走好多一啲即係生活所需，可能真係幫佢煲啖佢中意飲嘅湯，或者知道佢唔知喺邊度佢好中意食某一檔嘅小食特登買俾佢。
即係其實啲實務上嘅支援對於啲好多喪親家屬嚟講，佢都會覺得其實係好窩心嚇。咁所以我估我哋就跟住佢嘅步伐，可以幫佢一路 keep 住一個咁樣嘅遊走。咁隨住時間過咧，其實正常嘅情況下，我哋會見到呢班家屬喺呢個兩邊遊走嘅狀態，由一開始係一個好混亂嘅狀況，或者好多時間會係一個哀傷嘅狀態，慢慢咧發覺呢一個遊走嘅狀況會慢慢越嚟越疏落啦。或者遊動嘅一個頻率啊，時間都會慢慢緩和啦，或者更加多啲嘅時間可以去返一個復原主導、恢復正常生活嘅狀況啦。咁就為之即係個家屬可以逐漸去適應，但係都要留心就係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講哀傷係一個即係甚至乎可以講一個一生一世嘅過程嚇，即係你會知道無論我生活上已經幾適應，我已經可能日常生活已經幾正常，但係可能久唔久，可能某一啲節日，或者可能一啲特別嘅時間，或者可能真係某一個地方、某一首歌、某一個餸菜食物嘅味道，可能都會令我喺呢個遊走嘅過程入面返去哀傷嗰個部分，都係完全正常嘅嚇。咁所以我估就係真係按住佢啊，佢諗起喎，咁咪陪佢一陣，聽下佢講佢嘅感受。哦，夠鐘返工咯喎，咁啊同你一齊返工。咁我估呢個就係一個希望可以一個就算去到後期一個支援嘅過程入面，我亦都可以跟住家屬嘅步伐去遊走呢一個咁樣哀傷嘅歷程。